用2200蚊住香港、澳門238尺嘅呢間品牌酒店，定係用700蚊住700尺同品牌嘅深圳半山奢華酒店享受一下呢？仲要享用無邊際泳池，間房有無敵靚景之餘，仲要睇到日出，又有各類玩樂設施俾你盡情玩樂，仲係寵物友好酒店嚟㗎。2024年開業嘅 Ascott 雅思閣鳳儀山酒店，絕對係我哋今年最大嘅驚喜，係深圳度假充電嘅好地方。廣告片？唔係呀，全自費1蚊都冇收，純分享。歡迎嚟到大灣區旅遊，我係梁生。梁太，如果你支持我哋拍多啲深圳食買玩影片，就請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多謝你嘅支持。屬於新加坡酒店品牌 Ascott， 相信唔少人聽過，但未必住過。皆因酒店行頂級奢華路線，適合高端商旅人士。Ascott 全球有700間酒店，香港 Ascott 位於北角，澳門 Ascott 就喺美高梅附近，而深圳有2間 Ascott， 位於南油同呢間位於龍崗鳳儀山，識得揀一定係住呢間。一踏入酒店大堂，腳步以不由自主放鬆。大堂既寬敞又華麗，加上陽光從多個落地大玻璃進入，嗰種令人心曠神怡嘅優越感，正常住幾百蚊一晚酒店係無法感受到。我真係以為自己入住緊 Ritz-Carlton 呢類5星酒店。大堂仲有個偏廳，一入去見到寬敞舒適嘅閱讀空間，豎立着一座頂天立地嘅書櫃。呢個書室啱晒中意閱讀嘅你，就算係藝文青喺度打卡都大把靚位，隨手抽出一本書，坐喺呢張梳化度靜靜地閱讀，再望住華麗嘅大型吊燈發呆。試問呢種生活享受，你有幾耐冇試過呢？我望住屋企個光管發呆就有啊！我哋而家身處嘅 lobby 係 G 樓，但係實質係7樓，因為酒店喺半山，的士進入酒店正門已經係7樓。酒店樓高30層，頂樓就係無邊際泳池，8至28樓係酒店房，6樓係會議室同商務中心，5樓就係各類型娛樂室。放心，一陣會逐一介紹。呢啲酒店先係酒店嚟㗎嘛，裝修同設施都係一流。lobby 都好正啊，間房肯定好掂，樓層一樣有充足嘅天然光進入，光猛又舒服。今次我哋入住1906號房，係屬於1房豪華城景套房，係示範單位嚟嘅喎，仲要係700尺嘅示範單位啊！呢間房係飽覽深圳市景觀，相當開揚啊！睡房內仲有衣帽間，係衣帽房啊！個浴室大到咁又鬼死咁靚，浴缸企缸都齊。呢塊鏡咁大，一家人企埋一齊照鏡都得啦。牙膏牙刷都齊啦，兩手空空入嚟住就得啦。仲要係拉勻風筒，好新，好似未有人用過咁。睇下個淋浴間係咪都咁滿分先？呢度又可以通返去個廚房度嘅，原來我阻住晒。咦，人手咁咪要？可唔可以開㗎？可以開唔到㗎？唔會可以出到去㗎喎，應該。咦？點解嘅？佢唔俾出去㗎？跟住跳樓啊！原來唔出得去㗎。咁我哋特登要特登要個陽台嚟做咩啊？跟住你做空中飛人。有啲失望喎，係咯。係咯。又可以飽覽下呢個深圳嘅市景。其實係我哋蠢，原來可以到前台簽份露台門開鎖協議書，就可以享用到個露台啦。阿朱，咁你下次醒啲啦。係嘅，老細。屋內有部 Nespresso 咖啡機，不過 capsule 就要向前台買先有，10蚊2粒。咖啡引起，仲要去前台買，咁就冇企喺顧客嘅角度考慮啦。房間入邊有2款拖鞋，膠拖鞋可以方便你着出去泳池，好細心㗎。焗爐、微波爐都齊，煮食用品都一應俱全。
老公，我想喺咁靚嘅屋企睇 Netflix 啊，追緊套韓劇。呢度睇到香港電視台，但係播唔到 Netflix 喎。哇，老婆，做咩你睇 Netflix 睇到咁夜啊？我仲有5集先睇完套韓劇啊！香港呢 Netflix 就快落架，我想睇埋先瞓啊！香港就快落架，你用 VPN 去其他國家睇呢套劇，咪可以繼續睇咯？係喎。只要我用 Surfshark VPN 連接其他國家地區嘅 IP， 就可以隨時收睇到其他國家嘅 Netflix 限定節目。就算香港 Netflix 落咗架或者冇播放嘅電影、劇集、動畫，都一樣隨時隨地收睇到啦。Surfshark VPN 仲可以同時保護你上網時嘅私隱，你電話、電腦裏邊嘅敏感資訊，例如電郵內容同埋個人資料，都會受到保護，就唔怕俾黑客睇到盜用你嘅個人資料。而且一個帳號不限裝置數量，你要用手機、電腦、平板、電視追劇都冇問題啦。如果冇 Surfshark VPN， 我一定會變熊貓眼。多謝 Surfshark VPN， 我瞓先啦。吓？乜唔係多謝我咩？係我教你用 Surfshark VPN 嘅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使用 Surfshark VPN， 只需要點擊影片資訊欄嘅連結 surfshark.com/coupletravel 或者使用優惠碼 coupletravel 就可以額外獲得4個月嘅試用啦，仲唔快啲試下？冇帶泳衣點算？放心，5樓有大人細路嘅泳衣賣，泳鏡、防水袋、水泡都有。注意，泳池要求落水人士必須戴泳帽。泳池可能係男士天堂，呢度就係小朋友天堂。呢度就係大細路天堂啦。瑜伽同健身室都係24小時開放，免費任用。比起我哋之前去嘅深圳酒店健身室，呢度嘅健身器材質素、數量同埋空間都贏晒，你點可以唔試玩呢？咁你玩咗邊樣啊？慘啊！見到拎唔起。住客休閒室做完 gym 可以休息下，飲下免費供應嘅咖啡。你哋住呢間酒店唔好錯過高爾夫球室同埋影音室喎。係啊，我哋入住前冇預約，全日都 full 晒，玩唔到又影唔到入邊俾你哋睇。酒店建議入住前3日微信預約就最穩陣。每間酒店房可以免費2小時，之後每小時120蚊。原來非住客都可以入去玩下過下癮，480蚊3小時，之後每小時120蚊。如果你玩高爾夫球玩到悶，仲可以揾職員幫你切換為影音模式，可以唱 K 同睇戲都得，真係幾正喎。呢層仲有棋牌室，有電動麻雀機，住客或者非住客都係每小時200蚊。開放時間上晝8點至晚上10點，當日都有人 book 咗，所以入唔到去拍攝。桑拿浴室都係免費使用，同呢層嘅職員講聲就用得。入面當然唔可以拍攝啦，你哋自己去享受啦。呢間係 pet friendly 寵物友好酒店，當然有唔少戶外地方同你嘅主子玩啦。主子都過唔到嚟深圳。係嘅，咁就同酒店飼養嘅狗狗貓貓玩啦。它很可愛呀！哎呦哇！哇！你不要傷害它啊！好，好，站好。哎，我們3個一起。對。哎呀，不能動，不能動。哇，我們3個一起。仲有呢隻酒店飼養嘅貓，成日坐喺酒店正門嘅正中間，佢要歡迎每位入住嘅客人，真係巧打意，巧打意。
去到晚飯時段，我哋決定留喺酒店試下餐廳食物，俾你哋參考下，睇下值唔值得留喺酒店食晚飯。酒店餐廳都一樣咁高格調，喺呢個高級意大利餐廳嘅格局，冇理由食中餐，我哋今晚食西餐。好似好靚咁喎，硬嘅個包唔係軟嘅。會整損個天花板㗎嘛？奇怪喎！我我去酒店嚟睇下好奇怪。食西餐都唔係咁樣硬邦邦。有黑松露喎。好味嘅。夠唔夠熱啊？還可以啦。我成日覺得飲西湯好少，西湯好少出晒煙嘅喎。好似沖湯咁樣，100度水滾咁樣。唔會。飲龍蝦水咁。咁渣嘅呢間嘢。稀到好似個味都唔夠龍蝦，唔夠重味咯。係啊。係啊。唉，好失望。好啦，試一試先。都還可以，個蟹味都重嘅，係啦，都係有嗰種蟹嘅鮮味。淋身嘅。juicy 唔 juicy 啊？一般啊。梁太覺得個意粉點樣樣啊？我覺得淡茂茂咯。可能佢唔夠鹽喎。但係呢度係主打健康。係咩？喺門口都冇 show 出嚟話係食清新健康餐。係咪啊？係一般啦。係啦，呢個都不過如果海鮮意粉都煮到，我覺得係淡茂茂咁，麻麻地啦。都好難大家諗住嚟食咯，真係。都唔係麻麻地咯，應該。都好麻麻應該。呢度啲侍應咧，仲要咧係唔知去晒邊，完全唔係一個5星級西餐嘅格局嚟嘅。頭先幫我哋去換碟咧，佢都有少少唔係好耐煩，係，所以呢間餐廳係確實係非常唔專業。仲要個侍應話：你哋係咪有甜品食啊？咁我哋話冇，然後佢都冇去 check 過，就去問個顧客咁樣。無論喺個食物啦，個服務質素都係唔係嗰個高級餐廳嘅價錢所應有嘅嗰個服務。同一個地點，我哋睇睇早餐質素又係點？早餐豐富多選擇，好味道，讚！Ascot 喺龍崗同羅湖交界，由羅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打車都只係半個鐘，40蚊。揀得呢間酒店，我就建議大家直接由口岸打車去，因為 Ascot 喺半山，搭地鐵去羅湖北站要行斜路半個鐘先到酒店，唔行路打車都要14分鐘，26蚊。沿路上酒店會經過半山住宅區，雖然住唔到半山豪宅，但住喺隔離又新又高級嘅酒店都有嗰種優越感。酒店出返去市區行街食飯都只係15分鐘車程，可以考慮去萬象食家，15分鐘22蚊嘅的士就到啦。
大家放心，酒店樓下有間24小時營業嘅便利店，好方便。便利店外面仲有個神秘超超地嘅地方，飲下嘢傾下偈。我哋問咗酒店職員最平訂房方式係用飛豬，我哋立即將飛豬 Trip.com 同去哪兒旅行做個比較。我哋住嘅一房豪華城景套房，85平方米，有露台，包2份早餐，可以取消。Trip.com 要1513蚊港幣，去哪兒旅行要1020蚊港幣，而飛豬只係935蚊港幣咋。另一隻豪華城景大床房或者係雙床房，60平方米，冇露台，包2份早餐，可取消。Trip.com 要904蚊港幣，去哪兒旅行要826蚊港幣，而飛豬只係757蚊港幣咋，真係飛豬最平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有參考價值，就請讚好、留言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記得我哋係帶你食買玩盡大灣區嘅梁生、梁太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